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Hit the Card Channel。今日係我阿肥自己刷卡嘅日子啊！好，大家見到而家前面有兩盒Select嘅手雷啦，今次已經係 Round 2啦。上次同阿 Sa 哥一齊刷嘅時候就好不幸，咩都冇，好想再中，唔係再中，好想中翻張 SSP 去威下。好，咁所以我哋今次嚟個二番戰，但係時間唔等人，因為阿 Sa 哥仲未翻，即係仲去緊旅行啊，仲未翻嚟啊。咁我就唯有自己快手快腳刷咗佢先啦，睇下佢翻嚟會唔會再有三番戰。希望唔使啦，今次刷到張 SSP 出嚟就收手啦。好，事不宜遲，而家開刷。Select 嘅手雷，好6包 ，OK， 好褪開啲先，希望有限好，最好有埋 SSP 啦。好嚟了，第一包，第一張係 RC 幻燈。第二張都係 RC 喎 ，Jackie Chan。第三張斑馬，Last Reef，Prime 嚟嘅呢張 ，OK。會唔會望到啲唔同色嘅嘢咧？Hyundai Charge， OK， Jordan Poole 啊，慈哥 ，RC McCain， 跟住係 Level 2嘅 SGA， 第一張都係 RC， 好似暫時仲未有 Level 3或者 Level 4，終於有張唔同色啦，不過好似淨係 basic 嘅啫。Level 4喎，呢個係 Devin Booker。調轉咗，反轉係咪有啲嘢啊 ？Ant-Man 嘅Orange Crimson 係啦。OK， Miles Turner 嘅三色卡，比較一打開幅圖會幾靚啊 ，Jam 班 DeAndre Ayton 大將軍 Wookie RC Level 2 Salon 成日我啲 friend 都話，因為我中意 CP3 啊嘛，所以成日咧就話黃蜂係我啲 friend 嚟嘅。話我差唔多次次開親咩盒都好咧，都有啲黃蜂嘅人喺度跟住，因為佢哋話 CP3 係蜂王，係舊蜂王，雖然係舊蜂王，但係所以佢哋就話始終都係黃蜂會跟住我。好，睇下係咪 ？OK， Bob Denham， Bronny James。OK， 咩料啊？而家Panini一啲包卡衣咁樣嘅咩？係啊 ，sorry，一包入邊
兩張一模一樣，一張 Prism， 另一張唔係啫，都唔係咁噶。好，第一盒 last 一包。有啲唔同色嘅嘢睇下，有啊，不過唔係我想要嗰啲。OK， 第一張 RC 有黃蜂啊嗱，好睇下尾嗰張先。雖然冇 SSP 冇限 ，Scoot Henderson， 睇下張橙色係邊個啦？誒咁樣 OK 喎。RC Stephon Castle， 可惜係 Level 1啊，不過都 OK 啊。好，等我入去先。好，緊接落嚟第二盒，會唔會有奇蹟啊？整張 SSP 嚟啦！好，6包，再嚟。頭先嗰盒有張 Castle 嘅，我覺得 OK 可以接受啊，但係個人最想追嘅都係 SSP 象紋啦、虎紋啦、斑馬紋啦。RC Honda， 有 Prince 喎呢張 RC 點啊？又係咁，雖然唔同 level 啫，都唔好同一個人啦。真係唔知想點喎！而家啲包卡阿姨。Second pack， DeRozan、RC、Cody Williams、Donovan Mitchell、Level 2、Murray 啊，第3包。True Silver 喎，有張 James Harden、RC、Jamal Shake， 跟住有張橙色，又係上下倒轉咗。有冇 RC？ 冇。OK， PJ Washington Level 2。OK， Pascal Siakam。俾多張 Castle 嘅 Cream 我都收貨。If Messi。OK， Fox， 終於有張 Level 3啦！哇！Embiid 啊，又係76人，咁樣嘅咩？Last 2 pack， 第一張字母哥。
好似見到啲唔同顏色嘅嘢喎。好，我哋擺低轉頭睇下，我就好似睄到最底嗰張有啲唔同顏色嘅嘢，唔知係咪我錯覺，因為太想刷到，所以自己有幻覺。OK， 第一張 Yuki， 跟住 AR。Well， 睇下最底呢張先。What didn't have？ 咁呢沓我應該就係眼花啦。睇咗呢張先啦。紫色又係上下倒轉，紫色有冇 RC 啊？冇喎。OK，MPJ 有限啊，95限249。好，等我哋嚟睇埋最後呢沓啦。大家唔知係咪真係玩法呢？希望唔係啦。OK，RC，我唔係睇錯呢張，係後面呢張。哦，我知啦，我真係有幻覺啊！我唔記得咗有三色啊。OK，Brandon Ingram。好，唔好意思啦，我係有幻覺，仲以為睇到啲唔同啲嘅嘢，不過其實都真係啊，有張開兩盒手雷，有張限，有張 Rookie of the Year 嘅 Prims， 我覺得 OK 啊，可以收貨啊。不過我依然係有啲嘢想投訴下嘅，就係點解成日同一包入邊咧出現同一個人，係咯。即係如果係啲好人嘅，我應該唔會投訴嘅。OK， 好啦，大家今次刷兩盒Celeste手雷，仲係未有 SSP 嘅出現。咁想刷幾盒啊，想中張 SSP 啊，真係好似好擔心嘅。有陣時呢啲都係運嚟噶嘛。OK， 下次睇下有冇三番戰，等埋沙哥翻嚟一齊刷。今次段片係咁先啦，好多謝晒大家，拜拜。